在選擇網頁設計合作夥伴時，企業往往容易被華麗的視覺效果所吸引，卻忽略了技術底層與長期合作的穩定性。WebQuarks 建議，在正式展開合作前，必須進行深入的審查。首先，了解對方的開發效率至關重要，詢問他們是否具備標準化的網頁設計與編程流程，能否在保證質量的同時，快速回應市場需求，是衡量一家公司專業程度的金標準。其次，技術的靈活性決定了網站的生命週期，需要確認合作夥伴是否能提供客製化網頁開發方案，以應對未來業務擴張帶來的特殊功能需求，例如整合 Salesforce 等企業級系統。一個好的網站不應受限於模板，而是應根據業務邏輯進行深度優化。同時，針對不同行業的經驗也十分關鍵，無論是專業服務行業、網頁設計，還是複雜的工程行業網站，相關經驗能幫助避開行業特有